有啲人好似插滿電嘅電池咁樣充滿能量，而有啲人好似海綿咁，只要吸收沉澱，諗完嘢先做嘢。我係阿蘭，我係一個 E 人嚟嘅，而我平時做嘢嘅時候就比較中意邊做邊諗，呢一樣嘢令到我工作更加有熱情，迎難而上。我係阿希，係一個 I 人，做嘢比較冷靜，中意謀而後動。我哋係一對互補嘅拍檔嚟嘅，佢令到我學識咗面對困難嘅時候一定要諗清楚先至好去做，從而去減少出錯嘅機會。而我亦都令到佢更加勇敢表達自己。阿希接觸個事物咧，佢會個記性會比較強少少嘅，而阿藍咧個應變嘅能力咧又會比較高少少嘅，咁所以呢個組合我覺得幾好。喺廣州嘅時候，我哋進行咗3次嘅密集式練習，當然啦，梗係有好多意見不合嘅情況啦。我哋每一晚都會進行 debriefing， 確保我哋問題唔會砸過夜之餘，亦都可以令到第2日嘅狀態翻返嚟。雖然傾咗唔一定會贏，但係唔傾嘅話就一定會出問題。喺呢個時刻，無論結果係點，我哋都會全力以赴，一齊努力突破自我，等我哋成為自己嘅英雄。我阿爸都係做建造業嘅，佢同我講過，做人最緊要有上進心。我決定踏上阿爸嘅路，記住佢嘅教誨，成為一名建築工人。我諗佢都會為我感到驕傲。我哋讀緊建造專門行業專業文憑，希望日後可以成為一個結構工程師。勇敢追尋自己嘅夢想就已經係英雄工匠。等你哋嚟創造自己嘅未來。繼續進步啊！要有上進心。放棄容易，堅持好難，你要加油啊！